季中俾人覺得佢哋可以攞4冠王，但結果歐聯出局，足總杯出局，聯賽杯決賽輸咗，聯賽亦都接連係失分。利物浦今季可以話係衰收尾啊！季尾仲要對住Big Six嘅車路士、阿仙奴同熱刺，唔知利物浦仲能唔能夠贏到最後呢？大家好，我哋係 LC 夢工場足球。英超首回合，韋斯咸主場以0-5不敵利物浦。而嚟緊4月13號星期日，香港時間晚上9點正，英超將會上演第32場嘅聯賽。利物浦將會以主場出擊應戰韋斯咸。以下我哋將會分析一下利物浦同韋斯咸嘅狀況、對碰往績、球員對比同埋我哋估嘅比數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亦都睇翻係主隊嘅利物浦先啦。主隊利物浦方面，其實今個賽季開季時係相當之穩定咧，表現喺上半季咧更加係交出驚人嘅表現，係能夠係穩居榜首噶。而亦都見到啦，佢哋上半季係淨係輸過俾諾定咸森林一場嘅比賽啫。而睇翻啦，嚟到近5場嘅比賽方面，佢哋嘅表現好似有少少反覆喎。咦？而近5場嘅比賽啊，咁佢哋係喺聯賽杯嘅決賽係輸咗俾紐卡素2-1啦。喺聯賽方面就啱啱就輸咗俾富咸3-2啦。而喺歐聯戰場方面啦，利物浦咧係次回合0-1啊，主場亦都係輸咗俾 PSG 嘅，而 PSG 亦都係有互射12碼嘅情況之下啦，以4-1喺晏菲路主場啊奪下係8強入場券噶。而佢哋喺3月8號以3-1擊敗修咸頓啦，而佢哋喺4月2號以1-0擊敗愛華頓。雖然咧利物浦近5場嘅比賽係打得麻麻地喎，但係咧阿仙奴由於近5場方面咧只係錄得3和2勝啊，所以咧利物浦繼續能夠拋開阿仙奴足11分，穩勝榜首㗎。冇錯啊！見到咧利物浦嘅得球咧係全英超係最好嘅，佢哋嘅得球咧係72，而佢哋嘅失球咧係淨係得30球嘅啫。而佢哋嘅得失球方面咧係42嘅。而喺得球咁好入面啦，27球咧佔據住係神射手有沙拿啦，而當中咧48球亦都有加普，而10球方面有路爾斯迪亞斯嘅。喺助攻方面啦，沙拿係亦有17個助攻，係暫時助攻王，相信佢能夠攞助攻王嘅機會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大㗎。呢個時候啦，我哋都睇下利物浦今場比賽對住韋斯咸啊，有傷而冇得出嘅球員啊，當中會缺陣呢場嘅比賽重要球員方面咧，就包括有係祖奧高美斯啦，同埋亞歷山大阿奴嘅。而亞歷山大阿奴咧估計嘅復出期咧係4月27號嘅，而祖奧高美斯預計嘅復出期咧係5月3號嘅。就即管睇下啦，利物浦呢場比賽冇咗亞歷山大阿奴喺右閘方面，呢場比賽韋斯咸喺左路能唔能夠揾到少少機會啦？我哋呢個時候亦都睇下作客嚟到晏菲路主場嘅韋斯咸啦。好啦，韋斯咸方面近況咧係近5場咧只係錄得2負同埋2和1勝嘅啫，而佢哋分別喺主場2-0擊敗到李斯特城啦，1-0輸咗俾紐卡素，1-1打和咗愛華頓，1-0輸咗俾狼隊，以及2-2打和咗本尼茅夫噶。而佢哋對上一次作客贏波咧，就係擊敗到阿仙奴喎。而可以睇到啦，佢哋今季面對住 Big Six 咧，分別係只係贏過阿仙奴同埋曼聯個，分別贏主場2-1擊敗到曼聯，以及作客1-0係擊敗到阿仙奴噶。當時係憑住查洛保雲44分鐘嘅一戰定江山擊敗主場嘅阿仙奴全取3分啊！咁暫時今季韋斯咸嘅排名係第16啦，有35分嘅，而同降班嘅區域咧都仲有15分之差嘅。如果話沙拿係利物浦嘅王牌，咁我相信咧查洛保雲就係韋斯咸嘅王牌啦。
查洛保雲今季交出咗8個入波以及5個助攻啊，分別喺韋斯咸入得最多波以及係最多助攻噶。雖然佢嘅數據係唔及沙拿，但係佢身為隊長一職，亦都係打得非常之好噶。咁呢個時候啦，我哋亦都睇下韋斯咸呢場比賽面對住利物浦冇得出嘅重要球員啊。而今場韋斯咸呢，受傷嘅球員呢，淨係得上年年尾因為撞車而冇得出嘅安東尼奧。佢相信啦，佢應該都仲有段時間康復啊，仲未能夠係打到比賽住噶。睇完韋斯咸嘅近況以及傷兵方面，我哋而家個時候不如就睇下兩邊嘅對賽往績以及係我哋估計嘅比數。咁我哋睇翻啦，喺近5次韋斯咸喺聯賽同利物浦交手嘅話咧，5次裏面利物浦咧係錄得4勝1和嘅，而當中和波嘅咧就已經係去到上季嘅季尾方面啦。當時咧利物浦咧係仲係爭取緊同阿仙奴以及係曼城啊係爭冠啦，而當時咧利物浦已經係連續幾場係有輸波或者和波啦，佢哋狀態不佳嘅情況之下咧，結果俾77分鐘安東尼入波係追和2-2噶。而我睇翻啦，最近嘅一次啦，咁最近一次咧就係今季12月29號，利物浦咧嗰陣時狀態係極佳嘅，係贏咗韋斯咸5-0嘅。當時亦有路易斯亞斯啦、加普沙拿、亞歷山大阿諾以及係迪亞高祖達嘅入波㗎，而5球入波令到係殺死咗當時狀態麻麻地嘅韋斯咸。而翻嚟今場嘅比賽裏面呢，相信呢韋斯咸同利物浦都已經係有好大分別啦。利物浦方面就而家係爭冠嘅大熱門，相信都應該係攞硬冠軍啦。韋斯咸，你認為佢哋今季可唔可以護級成功呢？今季韋斯咸認真係打得麻麻，不過咧以咁多年嚟英超嘅紀錄咧，我覺得今季韋斯咸係能夠護級成功嘅。仲要睇翻後面，其實萊斯特、修咸頓以及係葉士法力治都係仲有段距離啦。韋斯咸降班都真係難一啲，有少少而家係踢風流波咁樣啊，就冇咩爭噶啦，又唔會爭歐協，就面對住呢場比賽，對住係利物浦啦。你估呢場比賽係幾比幾呢？咁我估咧，利物浦咧係以3-1取勝嘅，而早段方面咧，沙拿咧係會先入1球先嘅，咁跟住咧，利物浦咧係會再下一城係會2-0嘅，而去到中段方面啦，去到50幾分鐘方面啦，查洛保雲咧係會2-1，燃點一絲希望嘅，然後去到最後嘅尾段啊，利物浦咧係會以再入多球3-1奠定勝局嘅。而我咧就估計咧，韋斯咸今場比賽咧，雖然要作客遠征呢個晏菲路啊，但係咧以利物浦近況麻麻地嚟計咧，我反而一直覺得韋斯咸絕對有能力係1-1逼和利物浦噶。而我相信啦，呢場比賽早階段沙拿繼續會有好表現，能夠領前1球噶。而查洛保雲方面啦，我估佢60幾分鐘又有機會算賬喎，因為睇翻近幾場嘅比賽裏面啦，韋斯咸亦都係有幾場比賽係60幾分鐘入波嘅。咁我相信憑住呢一點啦，查洛保雲絕對有可能喺60幾分鐘追和利物浦，結果最終以1-1握手而和。我哋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如果中意我哋條片嘅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留言啊！我哋下次再見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